讲到这进口鸡卵的经济一直伫遐弯，为着卖互这进口卵走入去学校营养午餐，台中市今仔日全面稽查19间业者这鸡卵的来源。也那台北市政府也出手啊，这是安官、消保官早起也去到中央特产会稽查，要调这进口鸡卵的相关资料。想袂到这特产会确实摕袂出来，已经要求讲伫咧19进前爱提供，若准无者会依法罚到上悬，有可能罚到300万。另外，农业部长陈吉仲传出要辞职的消息，行政院表示，院长陈建仁有甲留，希望陈吉仲会当解决争议，而且伫咧拜市议会也会提出检讨报告。下季冷藏库一箱的鸡卵放伫顶面，顶头拢有印有溯源编码。进前桃园查到有鸡卵工厂甲进口的鸡卵汁染做本土的卵汁，并且表示产地台湾，引发家长烦恼，进口卵汁会流入学校营养午餐。如查获履约违规，则加重记点；倘记点达20点以上，学校可终止契约。台中市府也启动第二波稽查，18队经营全市140间高中甲高中小的19间团线业者了解鸡卵的来源。团线业者讲，除了会请上游的卵商提供相关的认证，菜单内底若是使用卵的，拢会全部改自合适。全部的单都是以采用全手的部分，因为在运输过程中，我们也避免这些细菌的滋生啊。食品安全的问题，各地方政府拢真重视。新北卫生局人员到卖场来查核鲜的鸡卵，台北市府也出手，食安官也有消保官早起到中央特产会稽查，调看进口卵的资料。结果特产会现场摕袂出来，已经限期19前提供巴西卵品流向资料，若无依照食安法，罚3万到300万块。虽然中央到现在没有提供相关的资料，但我们就是主动追、主动查。就算亲自上门也要查。进口卵的争议一直拖，农业部长陈吉仲传出请辞已经互慰留。行政院长陈建仁要求陈吉仲出席拜县议会，并且提出检讨的报告。星期四有确定会找部长到府会来说明吗？行政院陈院长认为，目前有关进口鸡蛋的这个说明那么陈吉仲部长，那么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权责。需要把问题说清楚。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早起直接到农业部，即期最近6000万粒的进口卵不敌气象，要来讨流向的资料。从库存加工这些蛋接近6000多万颗的蛋，到底流向何处，一直没有交代清楚。农业部是伫个面册写出总标计算，回应6000万粒的卵无去，就是细算2491万粒的卵，加上加工的3428万粒的卵，强调专案进口的鸡卵流向拢有监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